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阁来到这个网顶的聚会，求上帝甲咱同在，求上帝的灵也伫咱的心灵内面开咱的心窍，互咱明白伊的假使，也互咱对上帝阁较明白，知影伊的旨意，也互咱伫生活顶面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荣耀主。咱知影这个时，各位兄弟姊妹可能有无同的问题，或者你得到上帝的恩待这个身躯有无爽，然后经过第一时期的医治疗，就感觉较好势，感谢主的恩典。那么，虽然咱伫这个网顶，咱的距离真远，有的是无同城市的，可能有的伫客村市地，也是伫别个所在，咱有一个距离，可能伫外国，我无法通到你遐，你也无法通来到这个所在。但是顶礼拜咱讲道的时阵讲到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伊的意思就是无论咱坐、咱困、咱做啥物，上帝拢知影。因为上帝是逐项知的，所以你的问题、你的忧愁、你的挂虑，上帝知影。咱佫讲到上帝，伊会无所不在，意思就是上帝特定嘅伫咧，伊伫一个所在，同时伊也是伫外国，伫客村市地，也是伫目标，伫别个所在，无受即个空间的限制，所以上帝也是无所不能，伊逐项会，因为天地万物是伊所做，所以将咱一切重担卸托神。这是圣经甲咱讲，你得将你的重担卸托神，因为伊顾念恁，所以咱将咱的重担才着基督交托主。上帝知影咱，伊要帮助咱，因为伊有迄个能力，愿上帝名得着荣耀。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伫即个疫情当中，你无离开阮，你时时刻刻甲阮同在。你知影阮的问题，知影阮每一个人的需要，阮的忧愁，阮的挂虑。上帝，你逐项拢知，无论是大项小项，上帝拢知影。上帝也关心，上帝是无所不在，伊特别嘅伫咧，所以伊有法通帮助咱。伊是无所不能，伊是上帝，伊创造天地万物，伫伊遐有权柄、有能力，是无一项代志伊袂做到的，乃是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咱有法通将咱的重担、咱的问题、咱的困难，借着基督来交托主。阮感谢上帝，你常常甲阮同在，愿主的名得着荣耀。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求圣灵来开启阮的心灵，也互阮做一个谦卑的人，来接受耶稣的话语伫阮的心中，在伫生活顶面来表现上帝的荣美甲权能。感谢你，求你听阮的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
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各位兄弟姊妹，咱这礼拜讲道的题目叫做《伫教会当中行使纪律》，英文是 Exercise Discipline in the Church。伫教会当中即有纪律还是风纪的问题。什么叫做风纪呢？风纪就是一个人做代志，还是伊的行为的作风，伊的作风是怎样，还是叫做伊的风格是怎样？有人咧做代志是赶赶紧紧伊的风格是安尼，话大声细声讲，无欢喜就大声嚷，话人的性格是安尼。伊会做代志伊做人的风格是啥物？伊的作风是啥物？纪呢，就是纪律啦。什么叫做纪律啦？纪律就是 discipline。所以教会当中因为是由各款各样的人所组成起来，所以教会当中有这个风纪的问题无当然有咯。这个风纪也就是说道德行为的意思啦。所以这个教会内面因为有各款的背景、各款的教育程度、各款的习惯来组成的，不免咧做代志有无同的风格，有无同的想法，并且可能有做代志较无小心得罪着人，所以教会要怎样来解决这代志呢？所以有几句圣经内面我摕几句出来，互咱看出伫属灵的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教会有
即件问题发生，但是要怎样来解决？圣经互咱一个真好的假使甲引传。所以譬如说，圣经捌讲安尼若是恁兄弟，你的兄弟得罪你，你看，所以伫耶稣咧讲话时阵，有兄弟得罪你，可见伫教会当中有人信主是信主但是伊学习的过程，伊对付家己的这个老阿当的过程也阁真无够成熟，也无够赢，所以有时会得罪着人第二句话就是讲，若是即个人甲迄个人有啥物交涉有啥物不满这个是记在哥罗西第3章第13节英文说 ，If any man has a complaint against anyone， 所以一个人向一个人有啥物 complaint， 可能做毋着啥物代志，伊才 complaint。所以国语普通话叫做嫌隙，嫌隙就是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就是有啥物冲突的问题、不满的问题。第三句话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收了伊的家庙，就是因老爸的第二个看守的来做某。你看这个是真严重连家己的老爸的看守摕来做某这个是当时的一项问题所以因着解决所以对以上顶面这几句话来表明教会当中实在有一家人是属于什么肉体的人有属灵的人，有属肉体的人。属肉体就是按照伊的旧的生命旧亚当的生命做出一件无好势的代志出来，去属肉体。有时咱会称呼这个人真软弱逐摆做毋着代志，还是称呼有的人冠名的基督徒。所以有的外表是较咱基督徒，其实是冠名内面无迄个生命的所以不免有即款无同的人会出现，然后甲人接触的时阵会得罪人会发生一件问题。所以咱讲即款就是风纪的问题，还是行为的问题所以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个无荣耀上帝的代志发生那圣经来假使咱要怎样来解决呢？有啥物程序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啥物程序要怎样做法所以伫主耶稣内面有甲咱讲到关于教会的代志发生出来纪律的问题要怎样解决所以耶稣假使咱教会来要怎样来行使这个管教的责任？管教，咱有毋对，教会着管教，在无听喙的行为无好的，要怎样互伊变较好？要怎样互人继续来回到这个教会爱的团体当中呢？所以咱对耶稣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到17节这3节的经文当中，咱看主耶稣怎样教示人。圣经安尼讲，马太18章15节安尼讲，伊讲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伊只有伊甲你相合做阵的时节就讲出伊的毋对来伊若是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兄弟咯。第16节，伊若毋听，你就另外带这2个人相合去，就并2、3个人
嘴内所讲的见证啊，逐句都会通定准啊！讲实在讲对的。第17节讲，若是毋听即2、3个人的讲话啊，就共教会讲；若是毋听教会的劝勉吼，就看伊亲像外邦人，甲洗礼一样，受洗寒、受洗的寒一样。所以这3节圣经啊，是主耶稣的假使。换当教会当中有一家人得罪另外一款的人，一家人要怎样？伊的 procedure， 伊的事实是怎样的？所以这搭有3个步数啊。头一个步数是啥物呢？就是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趁伊甲你相合伫的时阵，就讲出伊的毋对。啊，伊若是听你，就得到这位兄弟咯。啊。所以即搭讲到兄弟是上啊，之上啊，毋是你厝内兄弟，也毋是讲外面的结拜兄弟，真上好的兄弟，乃是伫教会当中的信主的人，是你的兄弟，还是姊妹。所以是这个圣经所讲的这个兄弟，是指门徒，是基督徒，是伫教会当中的会友，或者是其他教会会友，即搭讲得罪你，某一个人得罪你，英文的圣经讲 sins against you， 伊犯什么错误，犯什么罪来得罪你是指出伊所犯的罪对于你的冒犯offended you， 或者对方犯什么罪来侵犯到你，是实在的得罪你毋能够找其他人来指证是你的错误，你啥是做这个对是啊，啥是有啊无这项代志所以来证实对方对你的错误所以这个得罪你的，伊即在圣经讲趁着你甲伊做阵的时阵是啥物意思啊？意思是这个人得罪你恁要解决是恁私下会了结这项代志。恁孤单你甲伊三合做阵的时阵无第三者，恁三合将这项代志伊怎样得罪你，讲清楚明白你的感受怎样？这代志是怎样发生？恁两个就三合讲，无搁第三者来参与。当恁两个三合讲话沟通了后你沟通的时阵，当然就随祈祷求圣灵来带领个讲叫来跟恁两个三合咧讲的时阵，私下要了解这项代志你就指出伊的错误来咯，就是互伊知影到底犯什么错，就真坦诚的、真诚的真诚恳的毋是为着要破坏，毋是就是要批评的，毋是为着要责备，才甲伊约来讲这项代志。伊的动机是好的，什么动机呢？是为了得到这位兄弟为了得到这位兄弟，可能恁两个感情无好，因为得罪你恁两个心内就是无欢喜对方咯那么恁两个就疏远伫教会相拄也是加拗臭面规个人加拗臭面毋对所以为你的目的叫伊三合做一个将代志摆明出来三合讨论沟通，最后一个解决，求圣灵伫内面的做工你若是得到伊伊知影伊的错误，并且愿意悔改认罪，那么你就是得到了这位兄弟。得到了这位兄弟的意思就是恁两个关系继续好起来，而且伫教会继续伫咧三合服侍主，伊的责任应该做就应该做，照常旧时怎样做，继续安尼落去。但是恁感情和好起来，你解决这项代志咯。
第二个 step 哈，第二个 step 哈，就是第16节啊。伊说伊若毋听吼，你就去找2、3个人吼，三合起吼，就凭着2、3个人的喙来做见证，逐句哦，着实在哈，着有定准啊。啊，即2、3个人吼，毋是随随便便外面找一家。找一家甲你做伴讲话，别人较大声，别人较有力，别人较大胆啊，毋是即个意思。吼，即搭吼，得去找教会当中吼，2、3个种个年纪较大诶、属灵较成熟诶，吼，对圣经诶话语吼较明白诶，吼，而且伊有伫外面伫教会拢有好见证。人佩服伊，伊会讲的话吼，别人要听，别人要佩服伊，吼，因为伊即个人本来就是互人真好的印象，吼，可能伊帮助真侪人有好的品行，吼，来叫即款的人吼来三合做一个讲，比较有迄个力量，吼，毋是吼。叫2、3个人来对方哦，毋是为着要破坏，毋是挑工要指出伊的罪来啊，要叫伊伫你面头前啊公开啊，是要讨回公道，毋是要讨回你的公道，而是为着了帮助即位兄弟哦，啊，听了明白了后吼，啊，说啊，原来我做毋对啊吼，所以就将伊吼。恁甲伊三合祈祷，将伊的迄个内心吼犯错，明白了后，而且愿意悔改，啊，还在继续三合好好。所以即2、3个人见证吼，有法人定准，有人佩服啊，所以愿意信服安尼。所以这是第2个步数啊。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最后呢，将即位得罪你的人，甲你挽回过来，还是叫做缅回过来，其实都甲你暗过来，啊，可以放在伫教会当中，伫爱的团契内面，继续来生活，来用耀主的名啊。第3个步数是啥物呢？马太福音第18章第17节，就是说。若是毋听即2、3个人啊，头一个毋听你个人交伊讲话沟通的，毋听，叫2、3个人来三合讲，凡在毋听，那要第3个步数是说，迄个人凡在毋听即2、3个人的话吼，就是着共教会讲出即项代志来咯。若是毋听教会吼，耶稣讲。若毋听教会来苦劝伊吼，就着像外邦人甲势利一样来对待，啊，就是即个人啊，硬着心啊，明明知影伊会毋对咯，佮硬着心要犯罪要做迄项歹代落去，啊，犯罪要对付伊，啊，所以伫即个我人苦。将代志看见即个人吼，硬着心毋悔改啊！那看见伊的内心哦，已经落到什么地步呢？已经落到是完全属肉体的迄款的地步咯。完全属肉体的时节，就是愿意犯在伫罪恶当中啊，按照伊的肉体的迄个欲望来要达到伊的目标了。所以吼，即个吼。实在是真无好势啊！所以耶稣甲因讲啊，这个是教会应该着怎样啊？应该吼，就是既然伊毋听，明明是毋对哦，毋听，咱就教会吼就能够甲伊接触咯，啊，就将伊当做外人咯，无当做无信主的人咯，啊，将伊当做甲势利啊，就是当时社会顶面所掩恶的。一款的欺负老百姓啊，咧转借欺骗人的钱吼，为着罗马的政府来收税，骗钱的人一样来看待伊吼。那么伊教会的责任咯，就甲伊收回咯，啊，伊的工作咯，伊的侍奉过去就收回咯，
啊。安尼做一方面是互伊减少。是啊，我已经失去了崇拜的身份了啊！所以圣经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节安尼讲：说若有人毋听咱批顶面的话吼，就将伊的名记落来，毋通甲伊交往咯，毋通甲伊来去咯啊！为着要叫伊啊，家己觉得来减少，哎呀！真歹势，真减少，伊做这项毋对，可以减少啊！但是伊却毋会，会晓歹势，却袂晓悔改，毋认罪啊！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避免啊教会见证吼，教会的名誉吼受到亏损啊！因为这个人继续伫咧做歹代志吼，继续得罪人，毋过吼，那么。这个项代志传出去，教外的人吼，教会失去了见证，主耶稣的名也受到羞辱咯。所以，咱应该着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讲，着将伊当作洗礼，就将伊当作是外邦人一样来看待。意思就是伫属灵顶面吼，恁无搁甲伊来往咯，除非。伊真心悔改认罪，愿意倒挖倒来照救，哦！但是硬着心，安尼干到底啊，做歹做到底啊，安尼就照耶稣的假使去安尼做。那包括另外，伫罗马书啊，保罗啊，也搁一点吼，就是说。主哦，佫互教会哦，有一个解决代志啊 ，discipline 啊的权柄，要管教信徒的一个权柄。第18章18节哈，马太福音安尼讲，伊说我实在甲恁讲啊，凡恁伫地顶所捆绑的，伫天顶也是要被捆绑。凡你伫地顶所投放的，伫天顶也要得到投放。咱知影伫马太福音吼，第16章19节吼，迄搭讲到因咧传福音吼，教会成立了后，咧传福音的时阵吼，有人信主吼，使徒吼，因也是有即款投放要捆绑的代志。但是即个所在是为着教会。是为着教会，所以教会内部，伊讲恁就是讲到教会，就是上帝吼使徒教会有一款的属灵的权柄，来要管教 discipline， 跩无听话、无照条规来的啊，违反封纪的跩信徒。捆绑的意思就是定罪这个投放就是投放伊啊，就是赦免伊的罪。所以伊若是毋悔改、毋认罪，安尼强疑心交对要做跩毋对的代志呢，就宣布教会就宣布上帝托教会这个权柄来捆绑的，就是定罪伊做这项代志毋对应该就离开教会收回教会的责任，甲所管的可能是财政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就倒收回过来，就将伊无搁甲伊来往，就当作伊是外邦人，当作伊是这个税吏就是 tax collector 的这个代志。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假使，但是伫保罗也是甲咱讲到说，咱伫教会内面彼此相对待的一件代志。伫罗马书第12章迄搭17节到21节安尼讲，伊说恁毋通以恶来报恶，正人以为真水的代志、对的代志，
着留心去做。第18节，若是有法人做，总着甲众人和睦。亲爱的兄弟啊，毋通家己心愿，宁可让步任听凭主的受气，因为圣经记着讲主讲心愿在我，我的确要报应这是真严重的话。20节讲，所以恁会受着，若是枵咯，就互伊食；若喙焦咯，就互伊水来啉。因为你若安尼做，就是将炭火徛伫伊的头壳顶。那么恁毋通以恶来报恶，反倒当着以善来赢过恶这项代志。这是保罗互咱这教会的家事。所以即搭甲咱讲说，毋通以恶来报恶。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迄搭也是捌讲着家事毋通以恶报恶。但是罗马书伫即个所在保罗讲本节的经文是对待在会友教会肢体所讲的。说落去，伊说众人若是认为是真水的对的代志着留心去做，留心去做。即搭讲过，毋是众人以为水的代志，拢着照做。听明白毋是逐个人或者众人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对的，还是水的代志咱拢着照做。为什么别人讲的认为是对的，还是水的代志，逐个人计着照做呢？应该着什么应该这项要做的代志是毋是合乎神的旨意？是毋是合乎真理？才通照做。但是一搭换当若是合乎神的旨意，是神的家事，是属于真理的，咱就配合兄弟姊妹同心去做，才互教会同心。因为伫旧约发生一项代志，以色列百姓伫摩西带领咧，你要行到你要入去迦南地以前就派12个头侦探入去探内面的情形怎样。结果出来了后10个人说咱毋通入去，因为内面的人真大个虽然因为物产真好但是咱真勇，咱会拍输。因所以伫遐讲消极的话，逐个百姓听到了后，逐个伫遐哀哭咯，反对咯，咱毋通去敢若摩西你来带阮来到种个所在要叫阮去互人拍死嘛所以逐个反对，百姓也是反对，因为迄12个当中的10个人佮讲反对毋通入去。但是约书亚叫加勒伊讲会做入去，这是上帝的意思叫咱入去要得迄个迦南地这是从古早时上帝要答应互咱的祖先的应允咱现在到伫面前咯，咱才毋入去为做咧，所以因这两个赞成就入去个结果呢，因为反对毋听神的，所以真大多数的人说咱毋通入去。若无咱会去拍死，咱会拍输到底大多数、少数服从大多数，伫这个所在就无用效咯。因为大家认为对的代志无一定是对，咱着检测。圣经讲，恁着留心注意所决定的代志是毋是合乎真理、合乎神的旨意？咱看真清楚，
因为以色列无听神的旨意，毋入去，结果上帝刑罚你，搁在伫即个旷野里面啊流浪游行到40年之久。所以咱伫遮看真清楚，吼。所以主耶稣甲咱讲，若是留心吼，留心就是合乎神旨意的军队主的骹步，上帝骹步，咱就要当心甲伊做。这个正人哦，是讲到这个教会的肢体，就是信徒吼。毋是外邦人吼，当然外邦人认为好诶时阵，咱也是无一定，咱也是毋通去做，因为外邦人真，因为意思哦，常常无信主哦，常常交基督耶稣诶真理啊，相反对啊，对抗啊，所以咱特别着小心啊。第，伊讲若是会做哩个吼，着甲大家和睦啊。若是良性吼，就是若按照上帝的旨意，这项代志会做咧行吼，就叫大家就可能同心正人和睦的去做这项代志，这项礼事，吼。所以，互人和睦的人，啊，即搭讲，咱基督徒着做一个和睦的使者，咱着做一个和睦的人。马太福音5章9节安尼讲，互人和睦的人啊是有福气，因为因的确要称呼叫做神的儿女了啊。所以即搭和睦哦，就是信徒毋通强求哦，叫世间人要和睦，因为世间人因的心意哦，因的观念哦，真大部分是无合圣经的真理道理啊。譬如说，世间吼的律法啊，有的国家咧像个欧洲、美国、加拿大，因讲说，哇，咱这个homosexual吼是对的，咱就去行律法合法的，但是政府的合法，叫上帝的合法无相啊，甲上帝的道真理啊相违反，到底你要听啥啊？所以吼，那是合乎神旨意的，咱就叫因和睦相合去做啊，求神帮助咱，互咱智慧啊。所以亲爱兄弟啦，伊说毋通家己心愿啊，宁可让步，即叫咱着让步。吃亏是福，吃亏哦，有时是上帝的旨意。啊！叫咱着吃亏，咱着吞论。咱要伫即项代志顶面，上帝有特别的旨意，要叫咱凡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要得到益处。哦，宁可让步，听凭主咯。啊，to give place to God's wrath。上帝知影啥物对，啥物毋对，若是不公义，上帝会发义咯。哦，所以咱做。别人做毋对的代志啊，咱毋通家己去申冤，上帝家己为着伊这个真理吼来报怨。所以因为经典记着讲，申冤在我，我的确要报应。所以申冤是在乎上帝，毋是人家己。有时人的决定吼，大部分是毋对啊。咱着听上帝的指示甲带领，着好好的祈祷啊。所以圣经讲说 ，vengeance belong to God 啊，报复的代志由上帝。咱若随便去报复去报仇哦，就犯了政府的律法哦。啊，咱为着真侪些，为着要报复，就是杀死另外一个人，还是用来陷害别个人，咱就犯了政府的律法哦。所以咱交托上帝，上帝伫将来吼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世间对啊毋对，是甲非吼，国家交国家是非吼，上帝有最后的审判。所以咱做上帝的囝儿吼，毋通随便
要报复咱讲即两个所在个也是旧约的假使。头一个就是讲到《申命记》32章35节，甲咱讲伊说因膝骹的时阵神愿报应在我，即讲到上帝要报应即个箴言25章21节，伊讲恁的受得若是枵了就互伊食，那喙头就互伊水啉，也是保罗是出即两个圣经节互咱假使啥物啊？所以保罗是引用旧约即两处的圣经呢，伊目的是要劝勉主咱兄弟姊妹，毋通家己去报仇啊！毋通家己报仇啊！报仇会得罪咱的人，千万毋通，因为圣经的假使伊说咱若是将有人枵了，互伊食，喙头互伊水啉，咱若安尼做保罗讲说，亲像将炭火对伫迄个犯罪得罪你的人的头壳顶意思就是说，应该的以德来报怨以善意来对待咱的敌人的意思。所以安尼做咱若是将以善来报怨以德来报怨咱就发人感动，互得罪咱的人，互有一个真心的悔改、悔悟，一个互伊会醒悟起来，而且会悔改，咱就发人借着安尼呢来化德为优，将即位得罪的人甲挽回过来甲你倒甲你暗过来，诚做继续诚做主内兄弟姊妹，甲伊继续有良好的关系甲交通。所以即项代志就是古罗马因即个刑罚罪人的时阵为着要互伊反悔醒悟，就是将迄个炭火揢伫伊的头壳，本来是一款的刑罚主要是要互伊醒悟，互伊悔改保罗就用即款的情形古早时的即款刑罚来勉励兄弟姊妹，为着要改变一个人，咱就用爱亲像炭火为即个得罪你的人做一件善事，互伊受感动，互伊内面感觉见效，互伊对伊的内心真正受感动了，伊愿意醒悟，搁发人悔改过来。咱若安尼做就是将伊得了即位兄弟了。那伊若是毋悔改，继续行入去即位兄弟就是会愈来愈歹。所以求主怜悯咱。所以保罗是勉励咱你毋通为恶所胜，反倒顶着干那着，着以善来赢过恶的这项代志。你想要当世间人逐个人就以恶来报善，以恶来赢来得胜为恶所胜的时阵，大家活伫这个世上就无平安了，无和平了个人受到损害，家庭公司学堂，甚至国家交国家，换当来冤相报呢，用无了的，袂了的那以这个为恶所胜受害的人是必死人，所以这个真正的信徒应该是咧做一个互人和好的使者，使人和睦的使者。咱就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使者，因为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安尼讲：互人和睦的人是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所以咱兄弟姊妹咱看伫现在的世界各条国的之间常常是
有的人是挑起了争端，有人冤家了就加醋加油，互即两个国家两个这个本来是兄弟的，互因分裂，互因相拍，夹刀夹枪，恁去拍，你着共我买，我夹刀，恁着共我买一个刀枪，恁家己去冤，恁去拍死一个。咱应该着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使者，但是世间却毋是安尼啊！咱知影到末世时阵叫咱即个末后的日子啊，上帝要审判列国，要审判每一个人。所以伫黑暗的世力内面迄个人计徛袂牢啊！因为强咯，欺负别个国家咯。那么将来上帝要审判的，神是公义的，基督耶稣基督将来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弥赛亚的国度就要应验咯。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有言讲，伊说有一个婴儿婴孩为咱来生，有一个囝要赐予咱。政权要担伫伊的肩头顶，伊的名要称呼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的爸、和平的君王。所以咱现在生活伫一个无和平的世代内面逐个所在有战争、暴力、杀害、欺诈。卖人口摕五来伊的五种去买欺骗来如资去行这个色情的代志来趁钱这样无和平的日子，第时才会结束一直到主耶稣降临的时阵，第二次降临的时阵以后，才有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到迄个时阵里，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咱知影和平、和好、平安有4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啥物呢？是咱世间人甲神为敌，咱世间人甲上帝为敌做敌人，因为咱是伫。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咱世间人甲上帝为敌，因为咱得罪了上帝。那么只有主耶稣，上帝会惊来到世间来替咱死，来做成了上帝叫人和好的这个关系。就是既然甲神和好了，就要。因着伊来得救了，所以头一个阶段是世间人叫上帝为敌；第二个阶段是世间人叫神和好，是借着耶稣基督，咱信主了后，耶稣为着咱的罪来担当，替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咱辛苦的人，咱罪就得到赦免，咱继续来恢复上帝甲世间人的迄个。父子的关系是做成了迄个和好的关系，所以第二项就是世间人借着耶稣基督叫神和好peace。第三个阶段就是世间人得救了后，就是伫进入教会内面教会内面要怎样得到和平呢？就是兄弟姊妹若有冲突咱就有这个 conflict 的时阵，就怎样通来解决？现在过去咱这4个礼拜所传讲的信息、圣经的假释，咱就兄弟姊妹，咱就同心，咱就有饶恕彼此的饶恕，来彼此来原谅饶恕人，然后呢，咱用谦卑的心，叫兄弟姊妹来合一，同心合一咱伫这个教会当中咱信主了，那么有圣灵伫咱的内面结出迄个属灵的果子圣经讲到9粒的果子咱内面有听
彼此来合一用温态节制各方面的做属灵的价值，咱来训练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伫圣灵的帮助内面咱才有法通真正享受到灵内面的平安。所以耶稣伫要被钉十字架以前14章约翰福音甲咱讲，伊说：我留落平安互恁，我所想使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予恁的。恁心内毋通忧愁毋通惊吓。所以咱第三个步骤，就是咱伫教会内面伫圣灵的帮助内面咱彼此了解，好来相处。伫主的内面，咱才有真正享受到平安。第四个阶段，就是主耶稣降临了后要建立弥赛亚国度的时阵，咱才有法通真真正正在上帝会行里这教会，诚做新妇新娘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内面咱迄个时阵才有真正完全有平安。所以弥赛亚的国度会应验伊的和平之君迄个国度咱就法通应验。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也阁生活伫即个地顶那么即个伫即个教会的时期咱兄弟姊妹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款的不和好的代志有啥物 complain 的代志，就着靠主来帮助，来解决兄弟姊妹当中会跩的问题互咱伫主的内面享受主所享受的平安。歌罗西第3章第13节安讲，若是这个人叫迄个人伫教会当中，这个人叫迄个人有啥物嫌隙就是恁有啥物问题发生总着彼此包容，彼此来饶恕原谅，主怎样来原谅恁，恁也着彼此原谅饶恕别人。所以有了人有了迄个心，有了迄个饶恕原谅人的心才有法通真正心灵的得到平安。所以愿主来帮助咱盼望咱抑个伫世间的时阵，伫教会时代，咱伫教会内面即个属灵的大家庭内面有啥物款的问题，咱有法通带到上帝面头前，求主帮赞，诚做一个和谐，有主的喜乐甲平安伫咱当中。愿上帝祝福咱伫即个世上咱继续来为主来发光，来荣耀上帝名，来做盐，来影响别个人，来归向主。阿头三甲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知影，阮人有真侪亏欠，有真侪软弱，有时得罪人，你毋知影，所以求主你圣灵来警醒阮每一个人，来叫阮可能伫错误当中、犯罪当中醒悟过来，并且伫主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伫即个世上，伫即个罪恶的世代内面，伫即个末世的时期真侪黑暗的代志发生。求上帝，互阮做一个光明之子，互阮做一个互人和好的一个使者，互上帝名得到荣耀。愿主甲阮同在，祝福兄弟姊妹，祝福每一间教会。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